客家卢汉为做三叔公嘅客家表演艺术家林炳芬，上年20位过世呢，数年92岁。伊嘅亲戚朋友韩国学生嘅如果唔判得到，林炳芬係屏東女仆嘅人，係客家出把戲同三角採茶戲嘅代表人物。伊一生人嘅信仰，如係愛推廣同上述客家嘅表演藝術。就算80-90歲嘅，還係過後期內安靜，慢慢去教課。伊一定活跳，一定二頭，後生人都比伊唔得到。不過去年代三叔公演出唔會好，檢查嘅發現係抽到肺癌，也是錄音到音冇嘅。三叔公對朋友非常照顧，對客家事務也一定熱心。其實伊會開始學出把戲，竟然係認真牽涉到228事件。講下來看三叔公嘅故事。80-90歲呢，看到我聲音，好親切。非常親切。佢會作家因為好有心，然後作家請電影寫嘅錄音架，人已經教安樣，佢冇假，沒有價值安樣。俺愛過多車有，真是過多車讀到安和老師，安和師傅。南府以前上來特別上班呢，故鄉人，遇到會千3萬啊，攞去聽書。哦，目前呢都加錢幣啊，低一點嚟都卡10萬樣嘅。三叔公是他的外號統稱啦，人家都不叫名字的，內行都不叫名字的。國寶呢？東江好中江，那其他馬就過連堂，大隊經過亞山旁，你看到幫愛上面場，太個這個講，你係愛嘅好羅馬，愛係那個車國王。大班就話出道，講好農場乜嘅都戰土，因獻祭三叔公嘅林炳芬，現擺上台，觀眾都會看到哈哈聽啦。你看佢跳像牛樣嘅啊！哦，佢唔走咧。無論幾日，三叔公總係帶領佢嘅表演頭期，佢哋奧多拜全推翻萬難戲。做緊傳統台慶衫，苦練怪棍了。特別是客家人民節法圖，三叔公大扮做羅阿婆，當然係全基本嘅練到嚟。你幾歲啊？你幾歲啊？你幾歲啊？8個2歲。哎呦！佢親活變鬼變怪，佢從聽客家人咯，來變做嘅老婆種嘅，行咧啊怪棍咧咁樣睇啦，哦佢真非常吸引人家。啊佢上次慢慢打後，你打拳啦對嚇，變咧學口氣啦對話又，都係用文套和武套咧放在一起。做乜嘅唱乜嘅，無論係男家五種，也係學好嘅表演，人都看到都入心。爸爸呀！我要回去了，看下吧，一個鬧鐘啊，講好就收連電咯。出嚟呢年紀啊，我哋做老闆未？有啊，老闆未？唔見到啦又嚇，哎呦，我變到啦又，佢變到哪樣啊？算不算呢？我爸我咩算不算呢？我又唔信咯。出把戲呢，係安尼嘅以前客家嘅語言，叫做有學到三角採茶，有學到採茶戲，
啊，当然从戏班里面即刻出来，唱山歌啊，莫都打采茶，莫都掠到戏出的，莫做安泰，佮做艺术的天，啊，莫都打拳头啊，卖果肉的对啊，来推广家个卖东西啊。卖以前的卖插貨啦，賣藥品啦，一樣嘅方式來生活。30個還是老好朋友共下了唱片，喊你小可添點精彩。一季過日本派，一季客派，應該56年。買啊！我只過年啊。唔知啊，過年唔你買啊？嚇！地杯買。23都買啊。23蚊喎。地杯一杯啊。哎呦！哎呀，添點精彩，我就做精彩，做主角，添點都李文良做。中國 China， 中國的 China 哇，中國 China， 緬甸秘魯嘛，德國對峙，法國湖南是，哈哈哈哈哈。就30個嘅素材總係同藝到小上，唔過會開始接觸錯把戲，解釋係劇團先算嘅故。240年發生，全都包通嘅，平東嘅中山公園，人家用體育場啊。平常嗰隻私立體育場，嗰啲設計，裡面係你不知道當相機啊，參加，我有簽名哦，我有沒有參加到啊？都俾名冊啊，我都邊有去管。按過去話吼，硬嘅也好，哎呀都，一出到廿條幾就要天然搞波啦，冇合到，俺也好嘅。雖然係睇演嘅，點解乜嘢錯先嘅？又或者以前嘅夢存在夢上師，喺成日都咁嘅。幾個阿妹蠻難協助，2018同來名冊度就冇個看到30公嘅名額，本應對鬼門關度叫出嚟個後，幾個人生也全冇強壯咧。青春年冇最重，我10年頭都話，你做些退咗工都冇人咁樣啦。都5點嘅啦，我都也看你講翻，你冇報過，有5間年老人管，相當嚴重。我嗰來又咪做唔得啦，所以我想方法，怎麼出把戲？除安樣開始嚟做功夫，蠻難表現緊嘅得。我就想我青春年見見中啊，我哋出把戲買藥嘅呢，到處走啊，那條台灣人走啊，所以青春年那發咗咯。我那見中啦，啲家棟啲咩嘅50幾啊，可能原來我撈曬，唔過我邊有個路嘛，我唔講事，我做乜我唔講事咯，我200時間都冇試到嘅啦，我就睇你咯。當前嘅30個對下個表演藝術嘅流失，一直持到當小弟，就算到歲咧，還係蠻難去講嘢，唔是退休。客家嘢，我唔敢講，我最過。最會我唔敢講，我好嘅啊，我做得嘅，我怕講，從我師兄師姐嘅就同尊兄弟、師兄弟麼呀，全部都思想嘅。哎呀，客家民謠又出來發育嘅，可以講青春藝嘅。最喜歡的係個三腳採茶，18班嘅武藝，18班武藝哦，都精通打鼓啦。吹塔嘅啦，睇見乜樣喎喲？係食簡單咯，係9年後見一年過啦，真係我哋發講台話，我實在唔講台話，有骨感，真是有骨感。你睇到呢個骨感學啊，骨感。用音嘅咧，覺得覺，框東東框東東框框覺得覺，框東東框東東東框框，我按聽到嚟唱，頭腦真是淺紅啊！一出來抹嘅路啊，一學抹嘅路啊，安尼。30個總係唔抗破，都係道嘅講演。一上課時，他沒有講義哦，好，他沒有筆記哦，他心裡面想到就一直拖出來，一直拖出來，啊，源源不斷。講啊吼，除非按你答應我，這個要融會貫通啊，我去想運用嘅總比我老年了。所以也因為以堅持對客家傳統音樂嘅堅持吼，堅持特別以啊嘅呢精神啊吼，也40多年啦吼，40多年一出也都唔好講啊，個缺人啊唔好。
唔会做嘅。三叔公唔但强教演做戏俩到，佢嘅精神學生嘅很難係當多副。比安尼後生嘅很個地方，佢做事情嗰種決心吼，嗰種毅力吼，動強，見擺來強啊，我就覺得我愛學佢。一上台啊吼，完全看唔出伊嘅感冒，伊嘅年輕苦。也是有呀，也搞按嚟表演迄個，下來有年輕苦。不使啊吼，伊有一點精神啊吼，不按嚟影響人哋個睇咧，真是咧，幾行嚟佢感動咧。那个人比較樂觀，樂觀快樂啊，也帶給自己快然後樂，冇得也帶給大家快樂哈。開始未到哦。對，開始未。而表演精選出來的表演到東西法，就從天生出來是表演盤嘅人。不管你乜嘅客家發通啊，就會看到伊吼，比論鼓嘅吼，打論鏘鏘嘅吼，本身自家都會打鼓嘅，打樂器吼，啊本身都會唱，都會表演吼，全台灣全部都聽嘢人啊吼。我萬歲差唔多5、6歲，我爸爸都家下都做過下戲，我不是都去帶我哋冇去南浦哦，各莊頭吼，去做戲啦，啊我哋冇睇你去向下去看，如果做我哋戲啊咧。佢推行嘅三叔公生前如小可，不過佢嘅成員我知道，佢是係一個東陽嘅阿爸。萬歲！我哋喺我是我喺乜嘅之前哦，一定要做，一定要走人有腳，喺冇法要我要萬歲時陣我用打，佢嚴謹人啊，我哋都萬歲我都佢嚴謹嘅。對自家人吼東陽嘅，其實佢嘅心咧。係嘅心係。佢咩個人心啦，安尼係，佢亦係對人家是親一心安尼係。爸爸也唔會講很精神期呢，也非常嚴格呢，不苟言笑啊呢。冇重要嘛，他在一做戲嘅時間哈，都非常的活潑，非常活潑，有做丑啦、蛋啦，什麼都很好。就是在家庭裡面，就是非常嚴。為到客家表演藝術奉獻嘅貴生意，三叔公嘅心肝跳度一切就是概念。客家會有申請嘅客家藝術成就獎啦，係講我希望我也都以最高嘅榮譽嚟希望我得到一獎，不管有歌神啊冇歌神，都希望我得到一獎。一般三叔公也都會有申請啦哈，因為一個有個評審委員的機制啦，嗬，也唔係講客家委員會注意各樣嘅種樣辦啦，嗬。我相信嗬，以三叔公對客家文化嘅貢獻，嗬，我相信我哋嘅評審委員，嗬，會有考慮到啦。結果唔驚，不怕生啦。結果出門你都沒學過，第二天他就表演，這邊學到一點，明天他就表演，所以他就有點像是我們講的集大成。他把很多東西呢調集在一起，變成他自己個人的風格。不過呢，實在講，你要距離他所謂的表演藝術的專業，還差這麼一點點，所以有時候就是差這麼一點點，讓三叔公呢有一點遺憾。無論就從行嘅前天幕，三叔公對客家表演藝術兩位嘅付出啦貢獻，大家都看得到。總係大半大家跳落嘅三叔公，兩擺佢嘅人生舞台漸漸所拋離。不過佢嘅溫暖，喺個浪兒冇橋上嘅感應風景，只見全球流地大家嘅心肝跳度。人落心無落，可比山中一條錯，東下古早係。面錯法輪錯，睇下三叔公嘅。